共享幸福的精神，伫台南安平创立的音色金刚品牌，伫5月07天举办全国唯一的百人手作活动，场面相当盛大。这是我很久的一个愿望哦，在疫情前，其实我就很想要做，因为想要做一个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就业率跟结婚率都有下降，所以我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就业率、结婚或是生育率都是可以提升的。即马买手指无稀奇，家己做手指才有诚意。现场提供8个无同款的手指做选择，伫师傅的指导之下，制作出独一无二的手指。当天参与的包括男女朋友、订婚翁仔某，还佫有人穿着明朝的婚服来体验。没有尝试过，所以来做看看。对啊，可以做一些比较属于自己的风格啊，就是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纪念。还蛮创新的，因为一般来讲说戒指我们大部分都是直接去做采买，这次的话都是可以自己去参与手作，还比较有意义。活动现场也邀请查紧婚礼服务相关的厂商设展，不管想要啥物，伫遮拢总拢有。另外，更合作推出专属优惠券，非常适合想要结婚的新人来体验。我们主要是做婚顾的一条龙，婚礼顾问，你想得到所有结婚的一切，通通都有。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就是特别有请到一对模特儿来示范中式汉婚这样子的一个结婚照。然后跟大家分享。按时更结合在地酒店安排宴会，当中也设计求婚桥段，相当浪漫。品牌创办人表示，举办这个活动，将手工艺产业推广出去，未来更希望会当透过艺业结合，创造更较侪商机。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